苦心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残一半行梦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水领配小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Hello， 大家午安！我现在诸圣娘娘已经唱完了，我现在才发现我水喝太多，好想再去摘一个花，你们等我一下我今天水喝太多了，你们先稍微的被3D 晕一下，然后小心耳膜爆破哦！嘟嘟嘟，前方高能注意！好像还好，我调整过了。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猪脚囤足鸡调味。开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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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脚囤足鸡调味。好，我回来了。猪脚囤足鸡调味。不好意思，我回来了。Hello， 大家安安。没有上次那么炸吼。好，我特别为您尊爵不凡的耳膜稍微调整过了，对，应该是比较不会这么炸了吼。然后呢，我们来把我们的 V 卷开出来，非常轻柔的 V 卷。好，大家午安！哇，又到了就是本周唯一一天可以开台的时间 ，maybe 应该可能啦。等下小天说谁戒断了？大家安安，听听校友的名字个什么东西哦？我从上面追下来好了。Hello， 大家午安！真是难得又可以开台的猪猪哈。对，从9月开始就是各种各方面的录音地狱，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3D showcase 的那个各方面动捕啊、练舞啊同步进行中。我现在居然有机会在这边看到大家哎，这应该不是梦吧？亲像我这款的老公会斗几代，我只满看到你，真正是真正的代志吗？惊咱一度忘歌词，是现伊的梦想，自细牛请你，甲咱的米线束好咯，谢谢大家。好久不见又好久不见，每次开台总是要说这句话，好久不见又好久不见啊。因为明后天基本上我们9月开始就是每个礼拜3早上固定录音，然后10月份开始更是把礼拜4又空出来，可能会有些录音的东西要调整，或者说讨论一些什么工作的会议等等的。对，礼拜5又要放假了，怎么这么多假啊？我的平常日都没了，我最想要开台的平常日都没了。
哦，通通设定是比猪猪高啊，通通的设定啊，对不起，怎么突然流口水？我觉得通通设定一直以来就是都这么可爱，一定是个男孩子。这个月是真的很需要呼唤跟祷告吗？哦，真的吗？晨晨，我只知道昨天中秋节你们大家有没有热量摄取过高啊？还有盛宏，我在这，我在这。对，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原封不动先给我，好，这句台词给我。你好，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哪？这样，放假爽有吗？好啦，就是两样情，毕竟我的休闲时间就是平常日开台嘛。对，一旦放假，我又要离你们而去了。对，不要离你们而去，很珍惜开台的时间的猪猪来啊。第一次来怎么会超过3年的里程碑吗？小小的组长吗？你到底要装萌新到什么时候？装到天荒地老吗？老王胜宏，这个月中秋国庆光复连3发，真的是这样子。轩特来那种大事，真的吓到啊！你说化为天上星星的啊，是啊，好难过。然后好难过之后，然后下一句，好想老婆。不愧是雅晨，而且雅晨因为就是基本上家里可能没有所谓冰箱或者是说可以料理的一些厨具，所以如果说是有一些可能热食的东西，或者是说如果他认为不适合久放的东西，他就会填那个纯赞助。不过这部分我还是会帮他把那个中秋的贺卡留下来，对，就囤下来这样子。然后啊，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家应该有收到猪猪这一次帮您各位所制作的，也是我们阿月饼疼爱大家的香菜皮蛋生卤卷，然后有附上我们非常非常团圆非常圆满的漂亮松花皮蛋的贺年卡，不是贺年卡，对不起，中秋贺卡，对不对？不是小妮妮，你是被谁盗账号了吗？怎么你也会读呢？你是被阿吹盗账号了吗？然后我就给大家写的是中秋月圆人团圆嘛，因为我觉得越是长大越是觉得团圆真的好重要。然后特别可能前几天又发生在 B 区发生很遗憾的事情嘛，又觉得团圆更加重要了。然后我前2天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想到说奇怪，我怎么好像有一张卡片很像，不晓得是写错还怎样。然后我就去查，结果果不其然，我把雅晨的那个中秋贺卡写成，就明明是中秋月圆人团圆嘛，我不知道是脑雾还怎样，我写成人秋月圆人团圆，到底怎么回事？人秋月圆怎么回事？人秋是啥回？人秋是什么东西？然后重点是雅晨知道，他也故意不跟我讲哦，他超坏的哦。然后我昨天发现这件事情，我快密他说不好意思，我写错了，不好意思了，就是快点道歉这样。然后雅晨说不会的，我就是等你大概几天会发现，10天还好啦，就超坏的，你知道。谢谢大家，那个只是一时就是被盗账号，好不好？这不是什么阿月饼吗？对，进来用你。对，谢谢阿月饼提出的这个很坏的，但是又非常台味十足的香菜皮蛋生乳卷。我真的觉得这个菜单开的真是太好了，因为我顺便可以尝试，就是有那个猪蹄样式的那个皮蛋，还真的成功了。对啊，你走，等一下不要走，不是我们要叫你走，不是啊。小天应该有收到不是吗？大家都有那个，就是我们中秋的贺卡，不是年卡，对不起，已经很久没烤肉吗？不是，对。说到这个烤全猪，你们到底塞多少钱给教练啊？教练他一直千叮咛万交代说，哦，猪你下礼拜就要一拳特点了，我跟你讲，一定要拳重拳。我说，可是教练我真的揍不下去，有些观众其实是很乖的，然后我真的揍不下去。然后他就语重心长跟我讲说，猪猪，难道你还不懂吗？业界的奖励，我说好，业界奖励怎样？重拳才是业界的奖励呀！我就教练太懂了，重拳才是业界的奖励是吗？好，重拳才是业界的奖励。我不要真的重拳下去，你们给我全部走心呢！对，人秋月圆人团圆是瞎回。人秋月圆人到底是什么东西？香菜皮蛋瘦肉粥怎么是生肉卷？我也不知道啊 ，I don't know。你们去问那个阿月饼怎么回事？可是我做的好开心，我吃的更是开心。我觉得台湾在今年度的香菜之乱真的让我觉得好欣慰哦，真是倍感欣慰，2种欣慰都有。越长大越难团圆，我这里不要请一下他就可以。
能聚就聚吧，恰恰，真的，我觉得能聚就聚。像我这次的中秋节，完全也都是黏在屯爸家，就是能聚就聚，完全就是黏在屯爸家。就礼拜六日黏在那边，然后也是玩得很晚回来。然后昨天就是因为知道今天要开工了，所以我昨天就是都在家乖乖吃素，因为昨天是天赦日。对，我想每逢天色日就是吃素，乖乖吃3天这样子。对，人秋团圆的说起啊，好贵不合理的，这实在是太坏了！我手起一手还怎样？你们咬我啊！什么10天真的还好，臭长官，气死我！好，我真的不会手下留情，你们真的要有心理准备。我不是明年，对不起，我下个礼拜的一拳特点真的拳中拳哦，你们不要被我打到走心哦。想预设，不是也不是亚晨抱，我真的很抱歉。对，但10天我觉得还不错啦，至少在10天以内，真的10天以内有发现，姑且算你亲密干点，我谢你哦，亚晨。谢谢固定在每个月支持本频道的仪式组总裁们，不管是从我们 YT 系统还是从我们绿界的系统，都非常非常的感谢，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疼爱，谢谢。至少不是除夕团圆，等一下，时间过太快，一下子已经除夕了是吗？我们小龙年一下就过了这样，贺卡吗？哦，那个是我们高阶会员才有的中秋月圆人团圆的那个猪猪特别印制的贺卡，这样，中秋节看到月亮。哦，真的吗？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天气还不错，基本上很美耶，赏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秋秋老师，那个好，你们不要真的，我真的就是照教练说的哦，奖励哦，业界奖励重拳哦，你们不要被我打到。不要被我打到走心哦，不可以！猪猪吃烤肉啊，有吃好吃嘛。可是因为在体重控管，所以我就没有吃太多。好，我们汤包哥感谢36个月仪式组总裁，谢谢汤包哥，感谢。这个就是我们频道最神秘的汤包哥。我又追不到聊天室了，等一下排队队伍我就看到教练，不是教练排。教练排在后面其实是想要帮我动作指导，你们小心，如果排在教练后面的你们可能就要心理准备，可能真的会见血，拳才能入人心。就是有人买拳，真的不，教练你不要这样，你有在线上的话，不要花这个钱，不要这样，不要拜托，这谁都可以做，但是教练唯独我做不下去，我怕说我被白盖死，我怕我被双倍奉还。到贺卡的资讯，贺卡吗？没有关系，不要紧，贺卡的部分基本上。你只要加入我们高阶会员不就知道了吗？就知道是什么贺卡，对不对？这不是我们黑箱书记官吗？被我们的趴趴熊收买的黑箱书记官。我努力追聊天室，看到吗？买肉挺好的，猪胸肉吗？好吃。上课看一下，好，谢谢柚子。我们一拳特点，听说要拳中拳，完蛋了，你们不要被我打到走心哦。真的能聚就聚，臭臭老师。草式香菜双麒麟卖完了吗？对，一瞬间，连我可能这2天想去买一下就花了发台湾的香菜吃饭真的好开心哦！树你不要过来いざよいあくまさんいらっしゃい。然后看一下对，就是下礼拜了，可不可以有人拿皮鞭手指虎可以。如果说你们不想被拳击手套痛殴的话，你们可以自行准备。就像我们那个很硬的，就是我们这个长官已经失去了他的四肢，但是还是勉强要爬过来、扭动过来，像毛毛虫般的移动过来。我们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带着他的手指虎，好不好？谢谢你们，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刑具准备好。没有准备好，那就是用上我那个粉红泡泡的粉红拳击套。帮您实行一拳特点的处刑咯，好不好？就好像你刚刚讲说，我不说你让他2件想，不是，我就跟雅晨讲说，不是雅晨，这个我的个性一定会讲，必讲，我就公平、公正、公开我的精明干练，谢谢。突然害怕，可以请他不要去吗？不是啊，我们飞雪哥，听说你不是没有一拳特点吗？您在怕什么呢？我就问您到底在怕什么呢，雪哥？还是说你已经早早把你的刑具准备好了呢？我说雪哥，是高阶会员，不是我们盛虹是我们的周边系列高阶会员，好不好？可以戴安全帽上，可以啊。你戴安全帽本体，我一样可以揍你肚子啊！可以，你可以戴安全帽，但是我可以揍你肚子，不让你追，不行，我要追到汉鼎一拉下，记得带打火机吗？为什么要带打火机？不要烙铁，不要烙铁，好可怕！不要，一chân的你看安全走
现在你们讲的话我都要打5折，因为我现在还在怀疑到底谁有买谁没买。我今天已经正式跟我们板板，就是要他的那个我们猪猪 VIP 资格的正身，你们的资料我待会就会看到底谁买了 VIP， 然后我再去对一拳特点的那个资格，我就知道有谁了，我就知道了。帕董和许人员，你干爹哦，对不起干爹，不是说我买是直接叫爹。因为那天进去看迪康吗？哦，要赶车吗？不过没关系啦，即使只有1拳，我一样1拳秒你，秒你1拳，然后你马上可以走了，这样好不好？可以蜡烛。淘宝哥，如果你有购买的话，你即使带个蜡烛来，我一样好不好？可以，没有问题。真的带大棒棒可以啊，你真的可以带。对，到时候就是我在看我怎么挥，你再教我怎么挥啦，好不好？好幼稚。递蜡烛跟拜红蜡烛，好。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我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滴在地板上，请你们帮我清理一下。滴在你们身上就算了，不要滴在地板上，很难清。哦，没时间排队，这个给你吗？我真的讲，你们到底谁有资格，谁没资格上？下次记得跟我讲一下，就下个礼拜跟我讲一下。是的，伊扎优一阿卡马桑，我们1拳特点目前可能没办法加购了，但是来我们在置顶连结还是有我们普通票，目前还是可以继续购买。然后我们的 VIP 资格还是有少数的，在我们的资讯栏下方 VIP 资格的网页跟普通票是不一样。如果说您想要有握手会资格，或者是当面有什么话想跟猪猪说，或者想传达什么有礼物想要亲手交递给我们，欢迎把我们少量的最后的 VIP 资格买起来。我们有握手会资格，如果想被揍，虽然说可能没机会，但是我可能还是有机会捏碎你手骨，捏碎手骨子嘛，握手会嘛。至于那个握手要轻要重，我可以自己斟酌啊，我可以自己定夺嘛，对不对？要扛尸体回哦，对，如果我们体力留着扛尸体，而且你们还要穿西装扛尸体。你们是礼仪公司是不是？穿西装扛尸体哦，这个文化传承，你们去年帮我把我们的这个罐头塔搬进会场，我们今年依旧延续着我们的文化传承，穿西装搬尸体哦，这个又是一个礼仪文化传承，好棒，不愧是本频道尊爵不凡的熟男们。小妮妮53拳是吗？那是不是可以换53个抱抱小妮妮？如果你有来现场的话，而且我跟你们讲，我中秋节就真的跟小妮妮约个时间，我约个时间了。我的鞭炮是那种棒棒棒棒棒的那种很大很下趴的那种，我准备好了，我就要准备打给小妮妮了。结果我发现我忘记打火机了，我忘记打火机了。我还兴高采烈的，就是小妮妮，你现在在吗？我准备好了。小妮妮说：“哦，我在。好，小妮妮，我要放烟火了。”然后放烟火的下一秒，我的打火机，我没有打火机。然后快点在第一时间跟小妮妮说：“小妮妮，不好意思，我没有打火机，我可以跟你约明天吗？”小妮妮就说：“哦，猪猪你不要紧张，没关系，明天也可以的。”对不起，我忘记打火机，我明天一定打给你。超蠢的可是小妮妮，明天我果真的准备了打火机给你了，对不对？不是准备给你，而是我自己准备好打火机。那个蹦蹦蹦蹦蹦真的很大声，对吧？而且那个时间其实小妮妮是刚睡醒的小妮妮非常的忙，然后就一个伊人自己在那边很嗨，小妮妮39万特点，谢谢你。然后就对小妮妮就好哦。那个鞭炮声，那个咻的那个鞭炮声，蹦蹦蹦，真的超大声的什么炮，什么稳炮，什么炮，我只是忘记带打火机，没有在抽烟的人完全不会知道打火机的应该要随身携带，只是忘记了。钻木取火，小妮妮可能要等到晚上12点，我还没钻出来，超准的打火机。连什么连身体衣上也可以，好不好？打火机蜡烛，我看到打火机蜡烛就想到我那天忘记带打火机，超蠢的。说要用猪掌使用86拳吗？应该是没办法这么快，对，一定没有你吗？月饼，可是你们这样讲的话，我都要打5折。
啊，这不是我们上次的配信来都来了撒彩虹的大猫老师吗？谢谢。因为上次配信是有跟大家聊说走中奖的入围，然后哇，大猫老师直接彩虹撒起来这样，谢谢谢谢，太感谢了。那就买普通票的 VIP。真的吗？好好老师，我现在不要相信你们。彩彩，等一下，彩彩趴着接你，可以，你们想要这样玩，只要不要影响到其他队伍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地上蜡烛就要跟公骂界这样，别这样，我有点绝望了，这样家人了。哦，别这么说，小天，你也是其中一位大佬啊，那没打算让迪卡打，因为舍不得迪卡必要的力气嘛，没关系啦，反正1秒钟嘛，秒一下，然后马上你就可以走了。哦，打完了，好，圣红，拜拜。你不要准备棺材，汤包哥要帮我准备吗？穿西装一个，对，你看穿西装扛超有画面，只是想进去看迪卡吗？哦，好的，我那天还在想说我这次的那个面罩，我想说材质可能跟去年的不一样，我大家跟你们说，面线抬棺，附近山区，如果汤包哥想要协助的话，但是我们附近是海边啦，比较快哈。公孙过关也拉下来，我把你看到一群师弟，他会扛不完吗？好这个对，就是我只能说这非常庄严，所以我们必须穿西装进行这一件事情，这样子。被黑人抬棺大姐，果然要一条泥种作弊大容宝，什么？好啦，没有倪总一定是抱抱。如果倪总真的有来现场，就是大抱抱，真的。那迪卡放到那蹦，我就忘记了嘛。而且我就想说，小妮你不好意思，我明天一定打给你，明天一定哦，一定。然后小妮说，好，你不用紧张，对，明天再来就好，这样。然后隔天啊，我就兴致勃勃的就说，我已经买好打火机了，然后想说跟小妮你约7点半好了。但是我下午传给小妮妮的讯息，一直到7点都还没有读。我想说完蛋了，小妮妮会不会就是还在忙，还是说中秋佳节聚会可能比较忙这样？结果他7点12分就跟我说，猪猪我睡到现在刚刚好衔接7点半，然后我要打电话给他，然后放鞭炮给他，然后刚睡醒，然后鞭炮直接来，所以我就打给妮妮的时候，我说小妮妮你有听到吗？然后小妮妮刚睡醒，声音就很棒，说她声音很甜欸，小妮妮声音超甜的，好甜哦。然后我说小妮妮，我要放烟火喽。然后小妮妮又忙一下，然后接着就是很璀璨的蹦，小妮妮39万，谢谢你谢谢。然后小妮妮就好。就对，就是对面是很然后很热闹，我不知道在嗨什么的朱迪卡，然后另外一头是小妮妮刚睡醒，那个画面有点好笑。烟火的蹦什么啦？真的是烟火的蹦，你们自己问小妮妮有没有很大声，超级大声，可以打骨折吗？打骨折我打不下去啊。VIP 有网址吗？真的吗？汤包哥可以，汤包哥，我们的 VIP 网址的话，目前在我们资讯栏下方，还是说我现在也可以马上贴给您，等我一下怎么办？我又聊起来了，我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唱歌，我今天一定要唱歌，不行，答应大家，今天一定要唱歌。等一下，汤包哥，我们 VIP 的票种，欢迎从这边点选进去，好不好？然后什么碰猪，精明干练，原地跳舞，无敌风火轮，蒙牙伊拉萨。这本什么福利小福利蹦，有猪猪的蹦，就是好啦。即使我很砰好了，我就当下也没有打火机啊，海边被剪纸机。好，不愧是地头蛇，我们的柚子大爆花注意海巡队，中到中好特别什么啦？这是我们39万的专属闹钟，好不好？39万大佬专属闹钟，对，刚好醒脑这样子。再一下整个全醒脑，然后就睡觉。没有，我们小妮妮，对耶，我不晓得他当下有没有直接又再去睡觉。臭仔仔反差超有画面，不知不觉在杂谈。等一下，不行，好，可以了，我追完聊天室，然后好，大概这样，好，不行，我要唱歌了，我不要理你们。然后感谢。上次配信不知道怎么回事，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三枪，对我抓不到，有几个抓到了，但是我就说你们那个中山枪脑功在哪里？那个中山枪脑功到底在哪里？哈，还一直得够在吗？总之谢谢你们的赞助以及支持，谢谢。然后我真的要唱歌了，我真的要唱歌。好，我们就是
聊到一个阶段，不然最近真的是太多事情，太多事情要交代了。不行，我们真的要唱歌了啊！而且昨天迎来非常非常安详的中秋节嘛，然后可能最近又有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的这个状况下，我就觉得我的麦克风去哪里了？等一下，我的我就觉得我的麦克风呢？不是，我干嘛脱衣服？好，我就觉得我的麦克风来了，就欢迎降落。对不起，我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看到，请问是哪一位降落呢？不好意思，对，我刚刚稍微精明干练了一下，谢谢你们的降落。我是迪卡屯主机，对，我刚刚麦克风不晓得为什么出不来，我刚才一度不小心按错了快捷键，按到脱衣服，怎么会这样子？不可以脱，不可以，我们已经入秋了，有秋意了，就这样，我就觉得他们不准打出来。月下偷盗伊拉塞谢谢你们的降落，这位是若秋伊拉塞，8月1号谢谢帕的降落，谢谢帕帕以及帕罗尼们的降落。对，我就觉得，然后麦克风就不见了。谢谢帕帕的降落，帕帕最近好吗？希望大家最近都把身体顾好，然后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及生活，好不好？我刚刚就找不到我麦克风，努力控们，你们好，我是迪卡屯主机，相逢自是有缘。我9月份开始疯狂在筹制我们的台语专辑，所以很少有时间可以开台啊，只能说在这个时间可以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小毛伊拉塞，月下偷桃，我精明干练。高雄这么热都已经可以，不是，我们早上已经有一点凉凉的秋意了哈。对，然后我想说的是，我刚刚讲到哪里？我明明要讲一些很语重心长的东西，为什么麦克风弄我？我只是想说，昨天刚好是中秋，然后可能前2天也是发生了，就是让大家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然后这首歌先送给大家。来自江蕙2姐的《跋杯》。我讲成，等一下，我讲成帕罗尼们的降落。等一下，我不是讲罗尼控吗？等一下，先唱歌啊！当我清风，等。不是干，这真是太好笑！等一下，牛妈，你给我扛下来！牛妈，你不是在工作吗？我刚刚是讲帕努尼们的降落吗？我不是讲说努力控们的降落吗？怎么会这样子？你们谁不要到我降落？我居然讲成帕帕已经帕努尼们的降落，怎么回事？麦克风找不到哪边泡也可以，反正声音都是风。长官，你完蛋了！我下个礼拜真的全中奖哦。对，高雄真的爆热，又秋意吗？没有我真的觉得早上有一点凉凉的秋意了。好啦，正常运作。帕帕，你不要理他们，奴隶控们，不好意思，你不要理他们，他们很坏，他们只是想打乱我的节奏，他们只是想要骗我，就是聊天。对，我不要让他们称心如意，我只要继续唱歌就对了。好啦，各位奴隶控们，你们今天化身一日泡奴隶也是算是赚烂嘛，对不对？好不好？为了我化身一下你们的推，也是没有问题的啦，好多爸爸唱歌啦！对，你们今天为了我而变成帕罗尼，是你们赚烂可以吗？是让你们赚到，是不是猪儿子？小喵喵伊拉塞。粉米拉塞，放一下分身术好了。你们可以让我好好唱歌吗？可以吗？当我清风一滴吹，
心事要讲袂详细，有时闷闷想几暝，等无月光入来坐，双枪头鬃渐渐白，情爱啥人的思绪，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事业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无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石悬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哦，盛虹小丽点哦。哦，阿月饼还喜欢吗？谢谢老王，谢谢盛虹。被砸到的你们还喜欢吗？你们非喜欢不可，知道没有？谢谢盛虹说出了一个汇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帕罗尼们，谢谢大家。双亲头鬃渐渐白，情爱啥人的思绪，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事业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无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石悬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定定无声头咧咧，看着混乱的土地。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谢谢大家，这首宝贝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然后被神明照顾着。对，因为昨天刚好是中秋，也是天赦日，天下的，而且刚好又时逢月老的生日哦，所以昨天也还蛮多人去求姻缘的。对，不过猪猪因为姻缘对我而言好像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我会跟月老求什么？我会求贵人缘，我会求好的姻缘、好的观众缘、好的主管缘。好的一些牵线，例如说工作上的机会，这些都可以，也是可以跟月老求的哦。对，反正单身已经这么久了，其实已经
担都担了，继续担下去。但是未来的一些事业啊，或者一些好的缘分，这些也是必须要请月老帮我加持一下。对，就像他们不要说他们，应该说月老，不知道有没有分灵体啦。但是我相信，就是你们都是月老帮我牵过来的臭面线，臭面线。对，只是杂个晦气，怎么听起来哪有？你才色，你全家都色。8月1号先生，姻缘，等一下，姻缘应该是没有问题，配上我的歌声。然后谢谢方才纵帕罗尼的降落，好了，谢谢方才啪啪带领着他们家的帕诺利降落到猪猪频道。如果不嫌弃的话，我们置顶连结正好还在售票中的就是我们 V-Stage 演唱会，就是我后方的这个大型看板。好，这次的成员一样有朱蒂卡、挖奔狼，以及我们这次很努力然后非常重要的筹办者板板、露莎米娜，以及我们很可爱的尤里酱，还有我的台语姐妹花51，以及我们最美丽的彤彤。会在我们下礼拜10月18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跟大家见面哦，欢迎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快点手刀购票起来，还有少量的握手会 VIP 资格，把它买起来，因为我们这次的 VIP 里面其中一个特点回馈就是很漂亮的棉花娃，超高成本棉花娃，屁屁超级漂亮棉花娃，我没在好小，你不会注意真正有够水的水。迄买水真正有够水的水，无恁看有水无？一字排开这朱蒂卡的屁股，这个是还在缝制中的屁屁，像不像就是排队打屁屁？不是，没有，不准只有我们 VIP 资格才可以把我们这棉花娃带回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好吗？而且衣服是真的是很精致的，可以穿脱。好，那这次的 VIP 资格除了棉花娃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回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一个平台后，在置顶连结都可以看到这样子。这不是我们3个吗？一来就被臭骂嘛。你要庆幸一来不是被打断腿，臭。等一下，什么猫猫臭臭？月老业务这么多。不知道月老深入加重到工作，不会啦，我们月老就是签缘分的，然后只是我跟他讲说，我这个不需要老公啊，不需要姻缘啊，但是请给我好贵人，谢谢。才最丑，对，臭彩彩，最美丽的什么 A 人月老师界圣安伊拉塞然后开什么斗？彩彩你小心，你18号算了，我不要乱讲话。你知道我想讲什么？我才可夫斯基，对，白白胖胖的好可爱哦，这样屁屁很可爱啊。追生者，对，有 SGS 认证标章盖屁屁，不行，你们要盖回家自己盖。毕竟是你们一圈特点，不止一圈特点，就是我们 VIP 资格就是独有的这个独家回馈，你们回去想怎么盖屁屁盖章都可以，好不好？好像怎么让太多看到你可以不要让他看到屁屁，基本上这个只是缝制中。对，基本上你们拿到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会有穿衣服的，不要莫名其妙让他露屁屁，可以吗？他还只是个孩子啊！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我说他真的只是个孩子，不要莫名其妙让他露屁屁，好吗？小妮，你贵人是什么？跪下去的跪，跟穷到睡公园一样吗？我们你的穷到睡公园是那种国家观景公园，好几万公里那种，好几顷什么之类的。对，我的量词可能学的不是好，总之就是好几公顷之类的。CGS 是吗？老孙猴子说高雄他也没办法去，没有关系。对，总之就是很开心，我们第2场筹办在我的故乡高雄，希望当天都可以看到大家，而且我们这次没想到售票的状况真的是比我们去年在台北场还要再更加的热烈，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但是我们现在场地已经即将被挤爆，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希望大家快点把票把它一扫而空，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一个活动大家是真的很期待，然后让我们有动力可以再举办，搞不好明年有第3场第4场，有更加多元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什么这特点啊，或者是福利之类的好，下一首歌，我就说我今天会唱歌，我有点好笑。
也谢谢你们聚集在本频道，因为猪猪在9月开始筹备台语专辑，然后很少时间可以开台，对，然后可以开台，看到大家真的是缘分，真的就是缘分，一起陪伴猪猪度过这一个下午吧。昨天有没有赏月？赏秋香。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勇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想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巷弄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多么寥寥看错好，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勇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想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巷弄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终究还是看错，多多好，香肠好吃。然后 YF 先生，我谢谢你哦。谢谢伊拉塞哦，安安正常发挥哦，谢谢你们哦，谢谢笔记面线，欢迎大家来到猪猪歌会。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巷弄街坊，唱一句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相信我们能爱得比天光。在等什么？等什么？一个个都在奇怪，都在等什么？
秋香啊，秋香。OK， 中秋节你们有跟家人团聚吗？团啊，都团起来。对啊，这个团聚越是到长大，越是觉得它真的是很珍贵。当中有想抽离都是很正常的，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即使想抽离，我也是希望也算鼓励大家能团就团吧。至于是团什么都可以啦，看你就是团聚在一起，想要开个团购平台，一起团购个什么，对，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目前本频道在团什么呢？我们置顶上方连结点下去，我们团个只要800块，给你全世界，不给你一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演唱会，团起来。你同事叫秋香这首你不行吗？还真的叫秋香，哇靠，什么等烹啦？中秋烤肉香，简称秋香啊！而且对我想到我下个礼拜是不是要在你们面前说烹啊？我们这个 B Stage 演唱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由我们趴趴熊为各位赐福。他妈老娘下个礼拜真的要在台上说我很烹，到底怎么回事？对，就只有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B Stage 演唱会高雄场的与会贵宾们可以听得到我说我自己很烹哦，快点这个票买起来哦，我们票已经快卖完了哦，谢谢。别想骗我聊天，我现在想继续唱歌给大家听，谢谢大家。来，我们其实前阵子真的是练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歌，来吧。最近我在学一些新的唱法，那新的唱法，这个气息意外的撞到了原来这首歌后面可以这样唱啊，之前都不知道。来，今年度跟我们风色幻想合作的这首歌《赤いバラ》赤色的蔷薇，之前因为重感冒，喉咙一度唱不上去，让我非常非常的挫折。哇，这首歌发行算是发行还是发表之后，我的喉咙一度完完全全是没声音的状况，太累了，对，唱不上去，真的是很挫折，你们知道吗？我今天要把它点上去。顶得红红的，不是在讲什么，对，反正就顶上去就对了。好，我测试一下伴奏。这首歌很壮阔，它不好唱，我们来揣揣。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悲劇が生まれさあ眠れよ少女人像人趁有居民着飞優しい花が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
の中からあなた舐めた絵がそこでとても強くて希望のつぼに咲くよ。谢谢大家，总算这首歌再也不叫做异色的蔷薇了。哎，等一下，为什么我的那个没有出来？我唱过的歌怎么不见了？被谁吃掉了？我唱过的歌呢？啊嘞，你们等我一下，我唱过的歌怎么不见了？哎，我唱过的歌怎么不见了？不要乱吃。对，我唱过的歌，现在应该是这样才对啊！啊，是我们的笑乐伊拉塞，欢迎啊！是笑乐的降落吗？哦，不好意思，我刚因为这首歌难度很高，所以我想要聚精会神的，我先不要理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爱在聊天室弄我了，然后一闪神，这首歌就会唱不好。谢谢笑乐的降落，感谢笑乐带领着他的校友们的降落。笑乐，你知道我刚多蠢吗？刚啪啪的降落，然后我就说。谢谢帕帕带领着帕帕们的降落，我是说谢谢帕罗尼带着帕罗尼们的降落。我到底在讲什么？重来一次，我刚刚就说帕帕谢谢你的降落，感谢帕帕带领着帕罗尼们的降落。我要讲罗尼控，但是我讲成帕罗尼，我自己还浑然不知，这不是我们开关先生吗？笑乐伊拉塞，好，我总算没有讲到说谢谢笑乐以及笑乐们的降落。天哪，今天你们要切换几个身份，一下要被我变成帕罗尼，一下要让我变成笑乐，这样子超蠢的，你知道吗？罢工了这样子，对，我怕看到会笑场，他们真的很坏，冒烟他们真的超坏。黑洋洋伊拉塞，牛妈怎么了？怎么了？爱坤伊拉塞，然后谢谢众校友们的降落。对，我今天难得可以跟大家开台唱歌，我真的很开心。什么城市人潮，我鸡皮疙瘩了，怎么越来越乱了呢？我心乱如麻不行吗？我看到你们心乱如麻，气到我心乱如麻，气到我下个礼拜想快点揍你们一拳。下个礼拜。我们教练交代我一定要拳中拳才是特点，才是福利，才是业界的奖励，真的很懂算了，风帆真正，你们那个谁可以帮我制裁一下彩彩，他真的很坏。然后波卡路伊拉塞，各位都是对你各位。对，今天粉随推你，各位今天都是笑乐，好不好？各位校友们今天都变笑热，一日笑热，这样为了我可以吗？你们都是帕诺尼，对，如果是萝莉控们，你们今天为了我变成一日帕诺尼也是可以的啦，赚烂，对不对？该都上一拉下，聊天室满满的帕诺尼，是不是？聊天室整个都是香的，满满的帕诺尼跟笑乐，你们赚烂这样子。谢谢面现代人的坑，对啊，我要跟春丽姐姐讲，牛妈都欺负我。这个是怕笑罗好了吗？3合1这样子，可以，对，朱迪卡们，欢迎笑乐们的降落。好，各位面线们，你们为了我成为朱迪卡一日朱迪卡可以吗？对，谢谢红红的降落。对，您各位今天都变成了你们的推、你们的笑乐或者你们的帕罗尼这样，你们都是，这是什么啦？怕笑面是什么啦？但是你只有塞光了。等一下，为什么彩彩现在任何发言都会被审核？彩彩你被贴标签了，彩彩。你被贴标签了男扮女装吗？都是 cosplay 对，千本樱，你各位今天为了你们的推，成为你们的推，也是很合理的事情，不是吗？谢谢你们的降落，猪猪今天难得可以在这个下午为各位带来很多首歌，谢谢你们。然后中秋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家人团聚团圆了？那么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可以团聚。团圆的时候，好不好？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然后照顾好家人，对，然后有时间就聚吧，因为
像我现在就是没有时间跟面线好好的聚。我现在很渴望开台，但是时间真的不够。不过我们筹备的专辑也一点一滴的努力的完成中，因为我们预计年底就要发行。哇，这个肝真的是烧不完。对，但是还是希望至少1个礼拜开个1-2次，可以陪伴大家。可以看到笑乐以及啪啪真的好开心，成为推是最终的境界，没有错，笑乐没有错，笑乐，谢谢你的降落。中秋节你花了3万块，花了发，你3万块是怎么了？3节奖金发出去了吗？的猪猪老婆都这样吗？好，雅晨，你还是听歌吧，雅晨。谢谢你们的降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是一首前阵子我在反复练了好多次，然后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也想推广给大家的。我想打拍拍，为什么它变成怕怕？我的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了，不对，我应该是要打拔拔嘞的半半嘞，为什么我打成怕怕嘞？怕怕已经侵入我的脑门了，我的天哪！我要打的是拔拔嘞，不是怕怕嘞，这把是什么情形？天哪，这个好严重哦！已经忙到脑袋神志不清了。来下一首，我们金曲台语天后李德兴诶，拔拔嘞，来，我把歌词开出来。推广给大家，这首歌真的很赞。就我想这首歌原地变成怕怕嘞，这首歌原地变成怕怕嘞也不错，怕怕莫名其妙背锅这样子。OK， 理解成为超越没有错，红红这样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2000多烤肉跟交通，你到底是去哪里烤肉啊？你可以把是恐惊的好啦，3万块怎么回事？对，入侵脑门，怕怕已经降落了，怕怕嘞。OK， 我看到笑乐没有错，我记得笑乐也有关注我们足星李丢星这位非常厉害的歌手。对，丢星任何的歌都赞，都一定要推广给大家。好，来，后一首歌宝宝嘞送给大家，这个一定要推广，非推广不可。拔倒啊，佮拔拔咧，顶来就好咯。送给大家，拔拔咧，无啥代哦。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泉无云无雨，无风听海波浪。有水家，有田的，想要歇困就倒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跋跋咧跋跋咧，搁行起来，搁行起来。时间到我来接祖宗，机会。甲我咧面相做，若是安尼时，又搁无法度放弃的话，目屎痴痴咧，头壳浮浮咧，顶来啊，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跋跋咧跋跋咧，搁行起来，搁行起来。
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咱褪车脚，手紧仔赶，像细汉的时阵，啥物拢毋惊。咱褪车脚，手紧仔赶，像细汉的时阵哦。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哎，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宝宝嘞，没有错，这首歌，等一下，这首歌怎么又再来一次了？这首歌其实在字面上就是半半嘞，人家可能会以为是啦啦诶，就是半一半，但其实啦啦诶这个半一半并不是宝宝嘞这个意思，宝宝嘞其实就是你跋倒啊，我给你宝宝嘞的站起来的好啊，你跌倒了没关系，你拍一拍自己，再站起来就好了，就像萌萌一样。对，萌萌，喝口水。我觉得这首歌很励志啊，对，对，所以不是搅一搅的意思哦，不是拉拉的意思。宝宝嘞就是拍一拍自己，再站起来，搁站起来，搁站起来。我宝嘞，我他们，我宝嘞。等一下，你们为什么又空耳听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感觉猪猪转音更厉害了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变厉害，我只知道我从9月开始就是录音被操到一个不行，对，就是完完全全有一些气息的东西，你就是要去练，对，因为我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唱歌很有力道，然后但是没有大脑的猪猪，就是感觉就是一个肌肉笨蛋，就是我就连唱歌也是一个肌肉笨蛋，就是我今天可以给予这首歌很大的肺活量。很充足的气，可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肌肉笨蛋，不晓得说要收，不晓得说有一些感情要放进去，不晓得要怎么去营造那些细腻的东西，所以我9月份开始疯狂被精雕细琢这些很细腻的东西。我不晓得有没有进步，但是我尽可能的跟上大波老师的脚步，就像我每个礼拜被操到好险，真的有被精雕细琢，操到一度觉得自己不会唱歌，可是那些已经变肌肉记忆了。然后第二大师聊天室一直刷瓦波雷、瓦汤阿本，还有什么回不去了没关系，回不去哪没关系，可以永远留在这里也是可以，拍一拍就好，拍一拍你很棒，没有错啊，萌萌站起来没有错，谢谢笑乐，拍一把脚先落唱都不一样，再多注意一下哦，拔拔嘞，啦啦嘞。背起来，贺哦，心安，站起来了，萌萌好，各位萌萌们。然后库玛下午午安伊拉塞，我说晚上，现在不是晚上，我已经日夜不分了。这电影都2008年了，是怎么了？怎么了，牛妈？老娘5004年是不能 Q 2008年的这部电影吗？怎么了？牛妈知道的太多了。但是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呀，对不对？身体会比大脑更会记得。对，其实把它变成肌肉记忆，我的身体会帮我记。我现在就交给我的身体了，对，因为只要交给肌肉记忆就没问题了。对，因为我的大脑实在是太过于不够灵巧，我的大脑真的很不灵巧。单核心就算了，有时候就是专心做一件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 handle 住。所以我现在只能反复练习，让它变成肌肉记忆。往胸口拍一拍吗？听到滴啊？有听到？我胸大肌的声。我们下个礼拜不只是这样子哦，从你们脸上夯下去，不晓得是多么的响亮。好啦，
了，下个礼拜 B Stage 演唱会，目前我们的门票已经快要售完了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起来。我们这个算是突破以往，由我们宗之本人出来跟大家做互动演出的这场演唱会，在置顶连结，普通票买起来，我们的 VIP 也仅剩少量的数量，在我们的下方资讯栏，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哟，来吧。好，下一首歌。我想打荷尔蒙伴奏，但是一输入荷尔蒙，紧接着就是第一排就是肥胖，怎么回事？输入荷尔蒙之后，第一排大家搜寻的居然是肥胖，是吗？荷尔蒙失调也是会引起肥胖的，没有错。对，总之大家好好照顾好自己身体，身心灵健康很重要，真的是太重要了。维持住、稳定住自己的荷尔蒙真的很重要。所以其实我之前在跟神明求，就是我们这次可能不管是募资专案，还是说我们可能专案成功之后，我们有接下来如火如荼要进行我们台语专辑制作嘛。我跟神明求的其实并不是发大财，我跟神明求的是我们团队的大家一定要身心灵都平安健康的发行专辑。对，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对，不要说钱赚一赚然后人都没了。专辑是一时的，可是生活才是一辈子的。阿崔，我真命概念，嘟，经典不需要再一年份，是不是？我们 C 当 police 的龙虾装，我们他娃帮我们 Q 出来了，是不是？啦啦嘞，兄弟 stay 将那个领导肌肉强制记忆，你们放心，我现在学会的又更快了，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好。来，荷尔蒙，我们下一首歌不是肥胖。是很 sexy 的一首歌，来自 Reducing 的荷尔蒙哦。早起春轮无话总嘛散细，下晡油分。目屎刷忍落来，是谁在控制？谁在控制？秘密那冰切，心情身体无在听我的。两面好天，两面乌云，两面春风吹来，两面弹雷，两面小汤汤，水灵叽叽。摇动摇袂离，阮都别个三麦荷尔蒙，快乐快乐，别个三麦荷尔蒙，起起落落，别个三麦荷尔蒙，哎呀呀呀呀，没人的烦恼。早起出门，无话总嘛干那面车那会下晡油分，一想要关伫房间，是谁在控制？谁在控制？秘密那冰切，心情身体若亲像是别人的。阮都别个扫卖荷尔蒙，快乐快乐，别个扫卖荷尔蒙，起起落落，别个扫卖荷尔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没人的烦恼，荷尔蒙荷尔蒙。The hormone, hormone,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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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烦恼。好吃，安尼荷尔蒙，真正就好食诶。台湾人很爱吃内脏荷尔蒙，对，不过日本人基本上喜欢的喜欢，对，但是吃的人不多这样子。是我们中资出现跟大家互动，我们的 VIP 更是我们中资跟各位不是 VIP， 对不起，应该说 VIP 资格的大家有机会跟我们直接现场面对面握手会哦。当然，你想把这个握手会变成捏碎鼓掌大会也是可以啦，对，只要有 VIP 资格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传递的一些讯息，或者是亲手交递礼物给你的推，在我们 V Stage 演唱会是可以实现的哦，好吧？我们还有少量的 VIP 资格，欢迎大家买起来。拍拍一定不能少拍，亚成你乖，好好送货。中秋团圆人更圆吗？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不过还好，我把我的食欲克制住了。对，身心灵。对，身心灵呢？我说身心灵，我真的说成身心灵吗？我说的是身心灵，大家都要健康哦。啊，这不是什么 Q 哥吗 ？Q 哥，请问最近那个大宝老师还要让你皱眉头吗？请问大宝老师有给你出难题了吗？我先说哦，最近我没有给他出难题哦，是我们大宝老师很可爱哦，就最近那个感觉那个什么可以穿插一些什么，然后都哒哒哒很可爱很开心的跑去跟 Q 讲，然后 Q 就说皱眉头这个我想一下。就大宝是少女心附身这样子，笑容一拉塞，不要这样。你那位《红楼梦》学长现在没有来啊，《红楼梦》学长现在很辛苦，所以现在在休息时间，不要把他 Q 出来，很可怕。猪大肠有危险，捏碎吗？哦，是的，我们 Q， 我们高雄 B Stage 演唱会即将在我们下个礼拜进行，我们中资直接出现跟大家面对面互动，但是我们会可能戴口罩。可能戴面罩会把自己弄得很下趴，对，所以请不要错过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展演形式。这个形式我们在去年已经举办过了，然后很开心，去年获得了广大回响。今年续办的高雄场，没想到我们的票更加的踊跃，好不好？来，大家支持起来。又多唱好多台语歌了吗？哦，真的吗？这些台语歌我前阵子疯狂练，对，只是我真的是这一阵子没有办法太频繁开台，对。所以看到你们就想抓着你们聊天，可是我现在没办法聊天，我还是好好唱歌，要不然我就是猪。变胖了没关系，多深蹲几次不就好了吗？还有不是老婆小母女抖了咪咒怎么念出来？是捏碎没错，对啊，我们有握手会资格。如果你希望我的力道稍微再重一点啊，もっと重く啊，それがいいじゃない？不呀。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我是说我们那个握手会，我可以轻握，也可以重握，好不好？就跟我们一拳特点可以轻拳跟重拳，但是我们教练千叮咛万交代，猪猪啊，你下个礼拜那个一拳特点一定要重拳。我说为什么？我做不下去。业界奖励你不懂，重拳知道吗？我说教练你到底是收了谁的钱？小林宝贝来谢，小林宝贝蛋糕好吃对不对？我们谢谢啪啪熊赏福利好不好？你的手就去了，他瓦利麦底下好小。对，我本来就是猪。好了，我不要聊天了，我今天真的是来唱歌的啦。来，我们今天真的是唱歌的，不要骗我聊天。来，下一首歌。我今天是来唱歌的，不要骗我聊天，不可以这样打屁屁。再逼我聊天，每个人都打屁屁哦，知道没有？就胖。打屁屁知道吗？就像这个一样，打屁屁哦，打下去哦，排站打屁屁知道吗？这是我们这次 B Stage 演唱会的 VIP 资格可以获得的棉花娃，这是猪猪的屁屁，各式各样的猪臀。喜欢的欢迎我们少量最后的 VIP 资格购买起来哦，好不好？3200给你3000，可能不能给你一排屁屁，但是可以给你一组屁屁哈。后来熬几首歌，咱就胖诶，来，就胖哟，就伤哟。今仔
你要这啥？我把也是地方，往小着心来牵旁，用油用酒甲酸啊，我情千拖开拄我甲拖，我好啊，我心路唱错了，我的拖是上赞的拖，小姑风看，紧来如这，就胖就胖就胖，就要胖就要胖就要胖，就胖就胖就胖。组团的米粉袂当对你讲，早知道不要看聊天室了，我要先放置 play 一下你们。我情千拖，开拄啊甲拖，但蛤蟆吐伞，无成路伫骹。我的拖是上赞的拖，小姑风看，会受阳嘛，就胖就胖就胖，就要胖就要胖就要胖，就胖就胖就胖，组团的米粉袂当对你讲。搁杀一个，搁迄一个，哦，烧酒的我无有假的，唔通偷你偷窺也搁小看一切，搁等一个就好势，就胖就胖就胖。就要胖，就要胖，就要胖啊！就胖，就胖，就胖上加胖。若是你用爱用心如这，全世界的。哦，肚子好饿，唱这首歌越唱越饿。是大家就胖就胖诶，你敢有闻到迄个胖气？什么叫胖？你这胖，你觉得就胖吗？不，你以为你很瘦就了不起吗？那个啊很有节奏。我看错行了，我太久没唱这首歌了。今年得奖的那首歌吗？应该说得奖的整张专辑吧，没有错，就是我们第36届金曲奖最佳专辑总 total 专辑哦，所有的华语客语总 total 是由这张，也就是我们创作歌手李德兴所创作的这张专辑获胜，胜出超级厉害，好像这次德兴拿了4个奖项吧，超厉害。我还拖是啊，我假罢啦，豆子一量下来，主播都不跟对，怎样都不跟聊天室互动，怎样咬我啊，牛吗？那就捧。这次 B-Stage 演唱会除了握手会之外，还可以上天天都要大喊捧。是雪人宝贝，真是我的好姐妹。雪人宝贝，爱你哦，Jimmy。对了，之前跟大家插的旗全部都被拔掉了，要现场说我自己捧。我还得要唱我们 Little Sing 的台语天后的 Sakura 刚下这首歌，在现场演唱给你各位听哦，快点买起来，值回票价哦。Oh you gay， 我唱的是 Oh you gay 吗？黑油鸡，我唱的应该是 Are you gay 吧？我唱成 Oh you gay 是不是？这边帮我讲没吧？哦，迪卡就胖的吗？对。我本身就是迪卡，我就胖诶。跟你讲 ，B-Stage 演唱会是要唱这首，要唱的是 Sakura 刚下，不是唱就胖诶，好不好？所以大家
想要听我现场喊砰就只有 B Stage 演唱会现场的大家，有这个资格，有这个特点，听到，在不，在不？啊，谢谢大家。我起码真正是，到底为什么我要插那个奇怪的旗啊？居然还被拔掉。好，但是我觉得拔得好，因为其实我看雪玲宝贝领到蛋糕，然后跟他们家阿公阿妈分享的当下。我其实觉得很欣慰，很开心。为了雪莲宝贝，我变成烹猪也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可以的。就算我今嘛心内有将嘛是不要紧啊。来，我们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我们请出我们的新人类萧煌奇老师，地狱梗之王，心内有将啊！地狱梗之王，来。哎，等一下，为什么是？为什么我针打成珍惜的珍那样？我等一下，好了，随便啦，找到了。我今麦想来有将，你刚在。等一下，为什么一直都是屁屁？等一下，我刚刚一直没有把屁屁收回来是吗？我刚刚一直没有把屁屁收回来吗？我刚刚一直没有把屁屁收回来，然后你们就这样一直听我唱歌，然后一直，我的天哪，我在干嘛？我一直没有把屁屁收回来吗？我等一下，不想理你们，总之不要聊天了，聊天就会变成这样子。我要先熊来虎将，我一直没有把屁屁收回来，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屁屁给我埋起来，3200特点，知道没有？我真就再一次，幸福亲像最后一班那么远远的火车，只有月光寂寞伴路地涂骹。你讲拢是我误会，不是你变卦。本来就无爱，一句话使人就心痛。是谁感动感谢我，做你的雨伞。在困袂去的暗暝，电话来唱你唱的歌，我予你静静，等你害我孤单。我的心内有鸟要花伞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空留着你的。像像捌有你来靠我，虽然一场空，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种要花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无甘无可做，别人的话都不听，一心懵懵对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我也不会追武将，怎样？啊，回不去了。雨伞对面顶在挂，嘛拢无感觉。希望亲像玻璃窗，予你一句话向向拍破。明明就有伤，哪搁点点徛伫这？我的心内有种要花伞无声，目睭来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空留着你的香，像像捌有你来靠我，虽然一场空，有事嘛。
光。我的尾水有鸟要画线无声，你来教我，目睭见着大摇滚愿予人看，幸福留着你的香，予人烧玫瑰的香。虽然一场空，往事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情要挂煞无声。原来哪会一段苦劝无可做，别人的话拢不听，一心阮跟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目屎流过笑容的情歌。唉，又是回不去的一首歌，完全变成了尾水有鸟要画线无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的，回不去了，你各位，对，过气啊，早点开比较好，你们怎么都这么懂？谢谢你们大家，我们萧煌奇老师也是我们地狱梗之王 ，A.K.A 新人类。萧煌奇老师心内有浆啊，珍珠卡快使用缝纫机了，那嘎狗多阿里巴斯，没有一个震惊的。难得我总算可以唱歌了，你们就不能让我好好唱歌吗？怎么了吗？听我唱歌不好吗？我们好好唱歌不好吗？我明后天又没办法唱歌了，怎么了？是不想听我唱歌是不是？开始亲热。来，我们下一首歌。反正最近练的歌都回不去了，那就回不去啊，怎么办？最近的歌没有一首回得去的。我们要油压一下蝴蝶咯。伴奏大小声需要调整，可以再跟我说。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不行，我不要这一版的，不好意思，我想用另外一版伴奏啊，不是伴奏。那个歌词，我们再一次数到10，油压的蝴蝶。我也这么觉得，好吧？对，我们要来9柱清乐一下，乐声一拉起来。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告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
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诞生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诞生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杀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诞生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感谢。蝴蝶说：“你好意思，星辰伊拉塞有鸭的蝴蝶，你们自己去查歌词啊！有鸭的蝴蝶怎么回事啊？有鸭的蝴蝶还没反应过来呀！9柱7马上想起来，有鸭的蝴蝶本来就是你们乱改词的，不是吗？对，9柱7年，你们现在还想甩锅，还想跟我记忆丧失是吗？通通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通通都过来！有一首歌陪我练一下。”这首歌一定要练一下，因为我有点久没唱了。我们台腰版的卡架，我总是抓不到前面那个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那个头可以不要这样子吗？那么难抓，不行。这首歌这么瞎趴，不可以没抓到头。那个头是我的，我要抓住它，我的全部都是。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我只是很紧张很气愤。有鸭的蝴蝶听起来有点厉害是不是？我也这么觉得。动保协会不要听。我对蝴蝶有鸭是不是马杀鸡耶？好享受的蝴蝶哦。豆子谢谢豆子。有没有看到聊天室？全聊天室都在欺负我。好，那个是正常的 SOP 线上，希望你不要加入他们，好好当个乖孩子好不好？蝴蝶不算动物，是昆虫。来，10月2伊拉塞，我要抓这个头，你们要陪我抓住它。卡扎抬腰板，一个把手，啊哈，摇起来，各位兄弟啊！我都抓不到它。摇头。讨厌，再一次，不行，你们要陪我抓住它，这个头太重要了。这个头啊，而且等一下，为什么刚刚有我的声音？对耶，不应该有我的声音啊，不应该有我的声音啊，这个才对吧？抓住它，抓住它。
你在快乐什么啦？丫头看见这世间的沧桑，不行不行，再一次，奇怪为什么抓不住他？丫头看见这世间的沧桑，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相只在明人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我这我会记你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目标。哦，我抓到他了，哦耶！等一下，来，我调整一下，太嗨了。卡加是因为我抓不住他。千年的孤情，撒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一个记忆，决定了我做我的初心。我时间旅行，已经到我拄着伊，大厝内底，雨伞澎开，残留恩情，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路来这，只
我们的台摇卡甲版，我为什么还是抓不到那个头？我们再一次，我要抓住它，再一次再抓看看，这次再陪我练习一下。呀，等一下，怎么这个头这么难抓啦？再一次，怎么抓不到那个头？哦，至于那个可妮卡我都看不懂，熟男们那个是什么？我为什么都看不懂？那是我们5004年以前的东西，对不对？抬头看去，这世间的匆匆和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啊，好嗨哦！对不起，再陪我抓个1-2次。我们接下来再把这首歌祝声为各位唱过去，为各位赐福一下哈。再一次，我要多练习几次那个头，那个头是我的，我要抓住它。抬头看去，这世间的匆匆和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好诶，再一次，反正最近想到就练一下。哦，第5次了吗？谢谢。这首歌台摇版真的超嗨，超嗨！抬头看去，这世间的匆匆，我抓住它，老耶！谢谢大家啊！而且阿胜吹的这个唢呐真是有够嗨到爆，嗨到爆！好 ，OK， 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让大家现场嗨到爆，知道意思了吧？好，就先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祝声一下，祝谁啊？来吧。清风下过，对不起，再一次。现场没对到拍，你们帮我唱啊！现场没对到拍，你们有种上台摇我啊！我的气氛都不见了，这首歌很安详，要为各位赐福的。你们的福气都不见了，你们去找长官，你们这群臭男生！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顶，5心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听声？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生牛牛，请你守护。我的祝声都不祝声了，好好的气氛都没了，你们这群臭男生，就说你们男生最臭了，气死我！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
心路，啥人来甲咱疼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越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然扭，请你赐福。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笑笑。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越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然扭，请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相思恋，有缘相相，无因自正，参一寡行，两生行者，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搁遐一领皮烧我。祖先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我这首歌好好的，想帮你们赐福一下。不行，祝生娘娘太疼他们了，不行，不能再一次。你们等着被超生，我跟你说，你们很想被超生是吗？迷途小书童，为什么连华安都被炸出来了？而且为什么我看到华安我肚子好饿？怎么回事？我今天真的想好好唱个歌，为什么变成这般田地？歌曲哀伤好听的，明明是一首很赐福、很庄严、很安详的歌，为什么你们聊天室可以把这首歌变成一个超生的形状？你们是真的很想被超生欸！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一群臭男生，你们全部都这样，所以就要这样。这样的下一首歌就是这样，他要这样，那你们就给我被这样，就这样，对，你们都这样，那你们只好被这样。好小气吃，我喜欢吃。对，你们这群听到祝生的。高几率下个礼拜我们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现场超度你们。你们在给我吸仇恨值吗？你们在给我吸仇恨值看看啊，很好啊。教练心心念念要我一定要重拳给你们，因为等一下为什么手机又要没电了？等一下，为什么手机又要没电了？等一下，手机不应该要没电的啊！你们一定付钱给教练了。他心心念念着我一定要给你们重拳，因为这个是业界的奖励。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这位豪森先生，我不是一个爱生气气的主播，只是因为他们真的太爱让我生气了。好生主播，你看到我的名字觉得好吃就进来了吗？ You are right，
哦，我说英文了耶！欢迎来到猪猪频道，我就是迪卡吞猪鸡，就是可以台湾的熊喝起来迪卡，没有错，我就是猪脚，猪脚是我，你可以叫我猪猪，可以叫我猪脚，也可以叫我精明干练，谢谢。你们这群臭男生，你们全部都被这样，全部就跟巴郎一样被榨干。献给大家水肉果汁机2023年版本，全部都被炸得连骨都不剩。我忘记升 key 了，再一次。我的帅气，我的叫嚣都不见了。本频道致力推广于台湾文化以及台语歌，所以在本频道可以常常听到台语歌，谢谢大家，谢谢。半暝仔的包厢，详细细，一条歌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思离袂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若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伤认真。彼杯缘分你今宵，一杯心酸都好满。饮酒的讲伊讲，饮酒的笑伊。一段心酸都离藏，看无的一场梦，看破的一场空。伊要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臭男生，你们准备，通通都要被榨干！饮酒的笑伊讲，我要醉倒来一杯反正无人陪，迄段缘分已经伤，一段心酸都离藏，追求了继续梦，痴痴了继续梦，明知影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你留给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离开，我梦见你们相比超生。丝长，撑破了生死，你们
何想被超生？你们真的很想被超生？你们真的很想被超生欸？请问超生队有从这里开始排的吗？没有错。希望当天我真的可以听到，请问排队的队伍是从这边开始排队？你们各位的录音档哦，好不好？啾咪啾咪233，我们约定好咯。对，是血肉果汁机版本，这个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就是你们那群坏男生在坏的时候就要唱给你们听，全部巴加巴加的，连鼓都不纯。每个月料理回馈可以看本频道哦，谢谢小林宝贝。迪卡本人无法使用，但迪卡每个月会制作高阶会员料理，供高阶会员使用，只要少少的3200，没有错，比600块便宜，没有错，本频道3200比600块便宜，你没有听错，本频道3200真的比600块便宜，为什么呢？因为本频道不晓得为什么最少汇集的居然是600块汇集耶，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6实在是比3的贵太多了哦，贵3个数字耶，那我们还是加3200好了，比较便宜，比较划算，是不是？总之呢，不晓得为什么本频道最昂贵的这个汇集就变成了600块，经理人堪比3200还要珍贵耶，谢谢大家。但是如果您也觉得600块实在是不划算，欢迎大家爱用我们高阶会员的这个福利3200，或者是我们绿界可以一次加个1年半年领蛋糕也是可以的啦，谢谢大家。太久没看台，怎么还是那么爆？我知名干练，我觉得我今天蛮知名干练的啊。哪有色色？你们才色色，臭男生才色色。这边长官果汁账号因为他领取了哈。OK， 好。对，我准备9号。哦，你是说？哦，真的吗？10月9号吗 ？OK， 台中的朋友你们有福了，可以现场被榨干，搞不好有机会听到我们的歌王，就是许富凯跟血肉果汁机现场演唱，但不晓得他们的歌单当天会安排什么歌单哈。胡须章就很突然就清唱了，对。18号高兴流行音乐中心，ライフそれはなんとかよ読み方わからないよ。来ワルハウス小酷，谢谢大家，谢谢三哥，谢谢。阿月饼，你不是男生是怎么了？你是夹起来了吗？请教超生是什么吗？豪森先生啊，您的问题真是好。我只能说，超生有很多种境界。但是总之呢，先介绍一下，本频道在8月底发行了我们的全新原创曲，叫做《祝生》，就是祝生娘娘的祝生，好不好？多听多生，保证多子多孙。好老舍哦，多听多生，保证多子多孙。我们台湾生育率靠这一首了，好不好？原本这首歌做出来，想为台湾的各位或者聊天室的各位赐福，但是他们实在是皮到太想被超生了，我一度不晓得该怎么去解释。各位那个新人可以帮忙带一下吗？谢谢。对，我们新人询问什么何谓超生，我实在千言万语很难解释。总之他们很欠揍，就是这样子。主事是之名，长官你给我留下来。对，600块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比较贵，好不好？可以啦，3200加起来是不是多子多孙？不对。不是，我们3200可能没有包你多子多孙，但是包你就是可能那个肚子可能会胖1圈，然后还是不准走，知道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一首歌啦，不正经，这不正经啊！查某囡仔，我无做过戆查某囡仔，亲伊的衬托，亲像伊的彼一半，两个人这呢好，行到尾无外靠，爱亲像三分破。情分哪这呢薄，头毛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在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
一个人好，也不甘愿发苦，因为我的笑容是我的倔强。将阮的长头发剪做地头发，查某人的心，伤痕袂空的空。少年时讲甲这好，美丽的梦，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酒泉，将阮的地头发年长乌头发，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唱彼领新娘衫。头毛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在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好，也不甘愿发苦，因为我的笑容是我的倔强，将阮的地头发年长乌头发，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唱彼领新娘衫。阮的地头发剪做地头发，查某人的心，伤痕袂堪的空。少年时讲甲这好，美丽的梦，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伫台北几落冬，阮也变大人，过三早的我，讲的有人教。有一天我会亲着命中缘分注定的挂伫遐，予我日思夜梦，彼领新娘衫。谢谢大家，一拳超声，对，讲到重点了。不晓得豪森对于我们中之人现场演出跟你们在台上互动这一类型的演唱会有兴趣吗？嘿，你的机会来咯，想被现场超声哦，不，现在现场超声的这个特点可能已经没有加购了，对，但是呢，我可以在现场就是3200 VIP 捏碎你手骨，如果想要此等般的这个什么所谓的奖励、业界奖励之类的，还有机会。我们现在还剩下少量的 VIP 资格票，在我们下方资讯栏都可以点下去做个参考。谢谢大家。清明就对3200 600块币。我直接聊天是有精明概念，还有精明是雪玲宝贝，你果然是我的好姐妹，最爱你喽。听歌都会有后，没有错。超生是一种福利，只要被主播。你们这些臭男生，用你们了吗？他哇，不然是谁？迪卡上歌有日文、台语跟国语，应有尽有各种元素。对，
就像本频道的歌们也是应有尽有。本频道致力于推广各式各样的本土文化以及各式各样的歌们。没错，我的歌回等同于我的哥哥们的回。我的哥哥们冲刺于我的频道，有奶狗歌、种兽歌、种公歌、女王歌、病娇歌，以及你们最爱的忠犬歌，喜欢吗？任挑任选，中秋月圆，要是来不及团圆，欢迎来到本频道团圆，谢谢大家。你会找到你的那个圆。大波老师，我今天真的是歌回啦，真的啦！来，要是有封面诈欺，我就是猪。大波老师，我今天很乖。然后我们这位67先生，欢迎你来到本频道。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歌回。中华一般人用到猪肉前的仪式就超生跟超度哦，真的吗？听起来属实有点危险吧，但是呢，听说是业界奖励啊，是不是？豪森先生，那么这边吸仇恨人越来越多人会开始躲起来吗？盛虹先生，你怎么还在这？好凶残朱蒂卡，那是你们逼我的。小奶狗啊，我们这边是有那个雌小狗了，雌小狗，我哪有骗？你们都是我非常骄傲的熟男们，我没有骗过你们，我都是真心诚意的。你搞恁搞背，可是你们都爱欺负我。好，昨天是我们的中秋节，我们换个气氛，换个稍微的，这个是什么样的气氛我也不知道，但是总觉得中秋前后很适合开出来唱，只要我不理聊天室我就赢了。我今天就是要唱歌，来，别想骗我聊天。我只要继续唱歌，我就赢了。我们将会2节的月落，送给大家哦。月落啊，天送满天，江风啊。喜花对秋明，哦，纷纷拢凄凉味，夜半虫声但是悲，秋凉萧萧风微微，杯酒浓酒醉归暝，乌夜流星，啊你莫过来，乌夜流星足恐怖的，澎湃景画。小体，景色景野诉情话，把酒相洒干一杯。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飞，等到寒飞。月落天送满天。风尘浓烟凄凉味，夜半虫声但是悲，秋凉萧萧风微微，杯酒浓酒醉归暝，乌夜流星对面飞。澎湃景画莫小体，
景色景影诉情话，目睭潇洒干一杯。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陪，等到晚归，回到天送满天。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陪，等到晚归，回到天送满天。谢谢大家，只要我不看聊天室，我就赢了。猪猪学坏了吗？哪有你们坏？哪有你们臭男生坏？本来就是猪队，谢谢。大大方方的骗，诚心诚意骗你，哪有？认真当空气吗？好，不要学他们臭男生，不可以变成臭男生，知道吗？要当香男生，要当香香的男生，知道吗？茵茵你好，谢谢你觉得好听。如果喜欢台语歌的话，一定要听到最后哦。那现在为喜欢台语歌的各位带来下一首歌，我们 A 美的 Last Studios，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台语歌的话，一定要听到后面。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日本歌姬 A 美 Last Studios。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继续骗啊，对，继续骗，谢谢大家。没有啦，我这首歌唱完，我还是会唱台语歌啦。我们尘归尘，土归土嘛，是不是？秋后算账一下。我们喜欢台语歌，但是一样可以穿插日文歌曲，谢谢大家。Last Studios。A美の曲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肩ぬな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喫茶なって、隙間を埋める待って、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だ移動からず、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け。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
我觉得我雪玲宝贝已经变成本频道 NPC 了，好可爱哦！他就会解释说现在是什么状况，好可爱哦！啊，对，喜欢台语歌一定要留到最后。对，我们下一首 A 妹 Last Status 刚下各位彭花香出一蕊，对，头油给，哎，头油给，哦，没有错，哦，我们这个传承头油给的意志，哈、哦。小潮以来赛，至于这个头油给怎么来的，不要问我，这台语歌没错。好，只听得懂头油歌没有关系，我们台文实在是太难了，我也在努力，好认真学习中，好不好？我们一起学習一下。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だ色がなずさよなら中断愛になれ出す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飛ばす最後のサド舞い上がれDust to dust 足と足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不要紧的，你各位莫急莫慌莫害怕，我们一起学习台语，台语实在是太难了。这首歌，身为台语歌的这首我们日本天后的 Last Status， 我就真的只有听懂头油给，其他我都一概不懂。不要紧，莫急莫慌，我们一起努力。接下来下一首，进入朱迪卡最喜欢推广的这首歌。如果喜欢台语歌的你，一定要留到最后。Oh, embrace me. I want to tell you, embrace me. I want to hear your voice. 来自于我们台语系天王天后最喜欢上的我们独角兽钢弹，一定要介绍给各位，好不好？台语歌一定要连接到这首歌啊！你各位。時のことがまた響く間博多の言葉胸に閉じ込めた記憶の色がにじみ始める破れた世界の隅で何も求めずにただ抱き寄せる今の僕に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い震えた強がりでもプライドに見えるはぐれた子供のように最後の声さでも風がさまようせいで消された月に手を向けたまま君は空の星に消えたそばにいてと抱きしめてももう二度と聞こえない君の歌声は降り注いだ雨のサイレン僕の代わりに今この空が泣き続ける
これまで踏みつけてきた教えを今かき集めこの胸にやってでも救い求め歌うようなお勇気に見える物語る大人のように言葉に寄り添うだけのからの愛と導きはいらない飾られた祈りでは明日の手がかりに触れないいつか君に届くはずの名もなき幼い詩が描くわがままを忘れたいよ一度だけ眠れる悲しみがその歌を抱きしめてる水灵宝贝依旧持续 NPC 耶，好可爱哦，太可爱了。なくすれられる正しさなら消えることない間違いの方がいい奥がに隠してた声を今この手でもう一度さらせばいい掴む希望も咲く光も乾いた心のせいでモノクロに見えた忘れないよ今日の景色をありふれ誰か来た足元を抱きしめてる水灵宝贝已经变成小小 NPC 了，好可爱哦！谢谢大家。对，今天很开心可以开台。至于突发的一些什么什么 bra bra 的状况，可能在歌曲的途中没有办法好好为各位解释，但是我们的小小扳手小小水灵 NPC 已经为各位解释清楚了。看来朱蒂卡已经无需再解释了，谢谢。前因后果解释得清清楚楚。对，没有错。我们致力于推广台湾文化以及台语歌，但在里面穿插了几首可能听不太懂的台语，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努力搞懂它的意思。对话那种 NPC， 水莲进化成系统 NPC 非常好重要，是不是？刀老师，我们本频道喜迎我们的系统 NPC， 而且是非常人工智慧的 NPC， 有了口碑，你各位。什么东西？我们致力推广台语歌，我们的下一首，我们就来看看，目前我们的自动点播歌曲下一首为我们安排什么样的台语歌曲呢？哦，这一首是吗？好的，我们下一首台语歌曲。谢谢大家。那听讲咱是大人讲迄钻石嘛，是讲咧大亚蒙豆啦吼。迄钻石迄大亚蒙豆，你听有？听有啦吼，大亚蒙豆啦吼。
是我的ダイヤモンドクレバス哦。神様に恋をしてた頃はこんな別れが来るとは思ってなかったよ。もう二度と触れられないならせめて最後にもう一度抱きしめて欲しかったよ。It's long, long goodbye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何度だって自分に無情に言い聞かせて手を振るのは優しさだよね。今強さが欲しい。あなたに出会いさ輝いて確か生まれて愛すればこそ愛あればこそ希望のな奇跡も待ってどうなるの。涙に滲む星の瞬きは忘れないよあなたのぬくもりもその優しさもすべて包んでくれた両手も It's long, long goodbye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愛しい人あなたがいたから歩いてこれた。一人なんかじゃなかったよね。今答えが欲しい。燃えるような流星捕まえて火を通して愛していたい愛されてない冷えた体一つで世界はどうなるの。張り続けてた虚勢が溶けてくのどうしてなの。涙溢れて止められないあなたに出会った輝いて私が生まれて愛すればこそ愛あればこそ希望のな奇跡も待ってどうなるの。涙に滲む星の瞬きは
谢谢大家。这首《Diamond Gold Bus》恁敢有听过？这首台语歌曲我只有听有《Diamond》尔，其实其他的歌词我拢听不懂台语怎么讲，听不懂台语我怎么突然忘记怎么讲了啊！我拢听无，对，其他的歌词我都听无，我只有听有咧《Diamond》这首台语歌曲，希望明仔会当安怎？喜欢听，希望你们会喜欢听。一下子转不过来，咪有伊拉塞，然后咕咚伊拉塞，欢迎大家来到啾啾的台语歌会，我们一起前进，一起分享台语歌，连3首台语歌曲，不晓得大家还喜欢吗？嘿，听不？啾啾台语好棒，谢谢你哦，谢谢大家。本频道致力于分享台语歌，以及跟大家一起学习台语歌。接下来真的是真真切切大家可以认识，我们这首绝对是有在我们台湾被我们台语天后所翻唱过，下一首绝对不好笑。等一下，为什么他从中间开始？下一首绝对不好笑，真的啦，台语歌啦，真的啦，我一首歌真正是台语歌曲啦。来自于我们台湾中部粽主题曲，真正是台语歌曲啦。上の初の夜行列車降りた時から青森駅は雪の中、北に帰る人は胸は誰も無口で海なりだけを聞いている。私も一人連絡船に乗り、凍えそうなガモメ見つめ泣いてみました。津軽海峡冬景色、真的啦，有台语歌啦。我去看卖哦，用真情对心爱，用光环我心海，当一个感情世界。有你陪伴，咱不惊命运的阻碍。有时风，有时雨，有时甜，有时苦，幸福是坎坷路。为着将来走天涯，一步一步来。阮的一生，阮的爱，爱是咱人的所在。人咧做天咧看，心有志不惊寒，只要你温柔对我。一条钢筋线连你我心肝。你看我真正无好笑，真正是台语怪歌词店。你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主播了？没错，精明干练，谢谢，谢谢。我的希望一人連絡船に乗り、風の音が胸を譲るだけどばかりに、津軽海峡冬景色。这不是我们胡说八道先生吗？猪头
有谁会唱这首歌？胡教授非常欣慰是吗？谢谢大家，你们闻到欣慰的味道了吗？我也是。对啊，很多翻唱啊，要找阿周来听这首歌吗？我跟你讲，你阿周听的，我这边都有，想听台语歌，我加龙舞，就怕你们痛到关视窗，不准痛到关视窗，知道吗？不准痛到关视窗，能够扛过去的都是真男人啊！这首歌怎么唱啊？陪我一起撑过去，我好久没唱这首歌了。你们跟我挺过去，那江蕙二姐早期的歌，也是屯爸最喜欢的歌之一。有精明概念的主播就有精明概念的观众。不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唔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男性，离开我唔通孤单来孤孤单。坚强的女性，提出勇气来，不是不想伊，永远不想伊。还撑得住吗，兄弟们？兄弟们，你们都还在吗？哇，你们都很有gaps哦。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唔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男性，离开我唔通孤单来孤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想袂开，坚强的女性提出勇气来，不是不想伊，永远心甘。西西，你这句话真是太可悲了，我天啊！阿公，我跟你讲。我以为我的歌单够老了，结果我错了。结果我们家观众、我们家熟男们的歌单比我的歌单还要老，这个对他们而言只是小 case。我的天哪，救命！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怎样做意见，害我一时想袂开。坚强的女性提出勇气来，不是不想伊，永远不想伊。我跟你们讲，我之前就很喜欢去我爸爸的歌单里面收集这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纳卡西曲风的这些歌，故意来痛我们家的观众。对，可是我发现痛不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本频道合家观看，因为致力于推广可能本土文化或者是台语歌的关系，所以很像就是全年龄上都有，甚至本频道的65岁以上的熟男。哇，曾经爆冲到21%，对于是呢，我在他们面前真的是金孙你知了哦，没啊，继续光我听鬼，他们真的都知道，而且真的比我还老哦，继续光，欢迎邀请你的阿公阿妈一起来听。
太屌了，太适合软江。来，我们中秋刚过，我们延续一下中秋版的气氛哈。老还要再更老，你爱来晒，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我情。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你讲人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继续的恋情。我跟你们讲 ，B Stage 演唱会真的可以帮你们阿公阿嬷买票，因为我们这一次加入了51台语挂姐妹，真的可以让我们听到很老很老的歌，买起来。伊醉过才知影，爱你有我情。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你让人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继续的恋情。哦，不是苗老师，欢迎你购买就是啤酒来第一台是没有问题的。不晓得为什么又唐突变成了一个板德的风格哦，这是本频道常出现的 SOP， 请各位莫急莫慌莫害怕哦。这个台最特别，可以照顾到整个年龄上，没有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你们居然有办法有听过，而且还听过比我还老的歌。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你让人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继续的恋情。谢谢大家啊！基本上呢，这些歌对本频道的熟男观众们已经完全毫无杀伤力了。之前因为他们太爱惹我生气，所以我都故意去屯爸，也就是我的爸爸那边，就是收集了几首爸爸很喜欢的经典老歌，想说过来痛痛他们一下，就过来让他们耳朵受伤一下。结果他们都跟我讲说，他们都听过了，就算了。然后也跟我讲说，哦，猪猪，你会唱这首歌哦？哦，那你知道那个洪一峰吗？你知道那个红龙红吗？哦，红龙红还不够老，他们居然介绍我洪一峰跟陈一郎，救命！天哪，这些熟男们，我只能说，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个金孙哎。各位熟男们，你们都是我的骄傲，只是你们提出的歌单，我80%都没看过，救命啊！瓜子没了，快上吗？小心瓜子塞爆你！所以哦，感觉那种开水色更合吗？被强迫退烧。对，我小时候其实也是一直疯狂的，就是被爸爸带去拿卡西卡拉 OK 投币式啊，然后就唱，我不会唱，然后我更听不懂，但是长大才发现说，这是我推广本频道的其中一个养分了，好神奇哦！所以我觉得儿时的原生家庭真的是很重要，对，儿时的原生家庭会造就你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只是你长大之后才会被放大这样子。抖动场景场景有的撇中后点老东啊，就踩真车的场景。哦，洪一中嘛，洪总嘛，洪总像在那个我们台钢雄鹰啊，吼，就是你唱这个什么的新歌，对，文夏跟文潇他们
下，就调皮一下，让他们觉得说这些歌单他们觉得很害怕，结果他们根本不害怕，会讲哦，猪猪你听过洪一峰吗？我好开心哦，你这些歌你一定知道，就坏了，爸不要再过来了，这些歌单好可怕。这代妹妹紧够追这样，搞不好你打瞌睡，以为这个叫蓝宝石大歌厅吗？我跟你讲，你们想要再更加蓝宝石的吗？来，接下来献给大家更加蓝宝石的这首歌，犹如我们日本天后级的 A 美，在蓝宝石大客厅听不到这一首歌，谢谢大家。蓝宝石大客厅可能听不到，但是在朱迪卡台可以听到，谢谢大家。左に隠してた願いは願いのままで覚めない夢見てた。右手には空の記憶、誰も知らない世界の果て、やめない雨に打たれていた。守れたいものを守れる強さ、それを信じられなくなる弱さ、すべて受け入れて明日を探すベーション、手を伸ばせばまだせれない傷だらけの You set my life、 かざした刃の先に思いを重ねた祈りは時を超えて My precious、 光ることを忘れた青い星が残してく消えない影見てた。すれ違う赤の木と何も知らない子供のまま明けない夜をさまよってた。なくせないものをなくした弱さ、何も信じられなくなるものさ、立てなくなっても定めを進む Breakdown、 崩れ落ちてゆく星座が傷つけ合うよ You're breaking down、 交わした言葉の中に瞳を支えた確かな夢を添えて、他哇，你有 Q 到我想表达的哦。守りたいものを守れるのなら全て受け入れて明日を探す夜明けを灯す Brave Shine、 手を伸ばしたまださえはない傷だらけのよ You raise my life、 重ねたあなたの果てに瞳を見つけた祈りは時を超えて My brave shine、 好，去打顺杯战争没有问题。蓝宝石也会发光，那可能不是这样子。对，你们讲到蓝宝石大歌厅，我一定要给你们就是这首 Kira Kira 歌献给你各位，好不好？反正我的祝生没有办法给你们赐福，反正你们把我的祝生完成超神，我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至于要不要跳通歌会，我觉得现在改来不及了。因为封面诈欺的状况下，反正我的歌会哪一次不跳通了，这年代差距比你年龄还大。我就最喜欢这种差距，这种跳通感了，欧邓先生。对，这边跳通是常态，希望大家准时服用，按时服用，有益身心健康哦。阿刚父的阿公真是狂战士，我觉得西西讲话蛮常戳到我笑点的。这么跳通吗？
好森先生喜欢跳痛的话，请务必订阅本频道，谢谢。但我都跳不动的人直接抢住，召唤阿公阿妈打圣杯战，没有错。我除了打圣杯战，我还想到这样，阿公阿妈来一起来。啊，阿公阿妈准备好。阿公阿妈打圣杯战还不够，不够。阿公阿妈一起来。啊死！我们这台阿公阿嬷很忙，你知道吗？阿公阿嬷超忙。それでも手を取って隣に佇んで初めて抱きしめた形欲張って悲しみを抱えすぎていたから幸せ男にももう持ちきれなくて花びらを散らした風が扉を開いて変わる季節しんしんと降り積もる時の中喜びも苦しみも等しく二人の手のひらで溶けてゆく微笑みも儚いもあなたのそばで消え去ってゆくことも一人ではできなくて弱虫で身勝手な私少ない影を背負って約束な場所は花の飾り罪も愛も帰り道春は行く輝
等一下，我刚刚一直在憋笑，你们真的很累，你知道吗？啊，甚至有时候直接把阿公阿嬷觉醒新人类有，毕竟壮世代，我们必须带领着他们，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是不是？谢谢六七先生，就知道新人类这一次也阿公阿嬷了吧？真的没有错，对，请作废。长官先生不需要抓的这么详细，又到机器了，有点好笑。等一下，没不上瘾了，我跟你们说，知道新人类已经是阿公阿嬷等级了，我这边还有更加阿公阿嬷等级的东西，你们在气我啊？你们真的是很坏，臭男生！你们这个东西，我跟你讲，阿公阿嬷知道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那首啊。就是那个有没有臭男生最喜欢的那个叫什么？等一下啊，那个是什么？それは何？啊，これ那个阿公阿嬷一定也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就是我带着你们阿公阿嬷，不只要打圣杯战，我们还要这个，一定知道。阿公阿嬷觉醒起来，来上你的小宇宙！啊，阿公阿嬷，壮士代们，燃えろ！君のコスモよ！啊，你们一定知道阿公阿嬷。空高く掲げよう、道を照らす命のきらめき、運命に光らぬ、それは星座の幸せの女人、解き放ってよ、燃えるコスモ、勝利を抱く、明日をためにせいせいや目指す希望の色は高いほど美しい星星や、翼は天をかける、選ばれたもしの子ように汚れなき瞳は暗い闇を貫くは同じロマンを求めるソ女人、立ち止まるな若き勇者、未来を阻むものはないさ、せいせいやお腹長めがさすよ、情熱ほど麗しい星星や、勇気力真実、舞い上がれ導きのままに。我就不相信你们阿公阿嬷不知道这首歌，你们阿公阿嬷如果是老宅的话，一定知道，好不好？来刷你们的小宇宙，阿公阿嬷的人收起来。谁说阿公阿嬷不能当圣斗士？你们不要小看童虎老师哦，童虎老师在怎么讲也是很厉害的阿公啊。童虎老师天秤座，知不知道？啊，好帅哦！解き放ってよ、燃えるコスモ、勝利を抱く、明日はためにせいせいやいざす希望の色は高いほど美しい星星や、翼天をかける、選ばれたもしの子ように。为您各位阿公阿嬷献唱，
Soldier Dream，是 Soldier Dream 吗？我把 Soldier Dream 放上去吗？哦，有，为您各位阿公阿妈献唱这首非常非常适合阿公阿妈第一台的 Soldier Dream， 谢谢大家。阿公阿妈很无敌，你们看看我们的洛喜，我们的头虎老师最喜欢教子龙，就是把全身的那个圣衣脱光光的那位头虎老师。我是不知道头虎老师有没有教子龙乱脱圣衣啦，还是那个子龙的性癖，只是子龙每次都越脱越厉害。我跟你们说啊，小时候根本不晓得什么是圣斗士星矢，只是我那个仔哥哥他就很喜欢拉我说：“哦妹，你是双子座，你好帅。”我说：“双子座什么东西？”哦，双子座萨卡好帅。我说：“萨卡画了发什么谁？”然后因为他就一直觉得教皇超帅，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很爱叫我萨卡，很烦，你知道吗？很烦。然后因为我哥哥他又是处女座，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很骄傲，他自称是最接近神的男人哦，请叫我沙加这样。我小时候是这样子被摧残长大的，你知道吗？就连那些激战歌都是他塞给我唱的，我根本不晓得你们在演什么哦。但是钢弹 W 好帅，我就只看钢弹 W 哦，30周年了哦，好帅，谢谢。阿公阿妈超无敌，今天就有重制动画，我觉得《圣斗士星矢》很棒，他一直有在做一些重制之类的，我觉得他真的是车田正美老师真的太厉害了。阿公阿妈说没看过动画，等一下。哦，都是看也是同一个原作，是不是？燃烧体脂肪啊，是不是？燃烧可以，我是要唱歌给你们听，超级燃烧体脂肪。阿公已经背上那个银色的大箱子，是要去北欧。你居然想要去北欧？你居然是想要去北欧吗？北欧的那个好帅哦，那个吉古狐狸都好帅呢，北欧。我讲圣斗士可以跟你们聊3天3夜哦，那个吉古狐狸都好帅，超帅的。阿公要把燃烧起来物语。他说燃烧老宇宙，上哪一道菜吗？彩彩，你的花好月圆啦！阿公阿妈燃烧起来，感觉有点地狱这样。中二时代，我觉得阿公阿妈一定可以接上我们这首歌《燃烧小宇宙》，你各位阿公阿妈们一起燃烧，对不对？凤梨虾球，可是每次知道自己的心都能说自己的最。居然跟我哥一样，这个中二男。可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圣斗士真的好棒。你各位，我们一起中二。我之后就是被哥哥逼着看圣斗士嘛，我发现真的是哇靠，真的超级好看呢。即使到现在5004岁了，我还是觉得它是无可取代的，很中二的经典，很经典的番。虽然说那个总觉得他们吴小强每次就是要爬楼梯爬到天荒地老。到底那个楼梯到底是有几层、几千层、几万层？那每次都在爬楼梯，每次就是一直在爬楼梯。可是好好看哦，超级好看哦！萨蒂卡大人这样子吗？谢谢大家，谢谢我，对，我是说自己是萨卡，真的很中二。有的家人阿公阿妈已经过世，燃烧地狱。童年是小魔女朵蕾咪吗？好，这个可能对阿公阿妈真的就是个金孙的年龄。好，上甜点了，可以上甜点了。小时候看《珍珠美人鱼》吗？你说凄惨的微风还是凄惨的微光？是不是？好，请喝水，谢谢小天，谢谢。米娅，你看过吗？米娅，你是说跟子龙要飞上天的那个是不是？你说天品吗？因为子龙最后有穿上那个天秤座圣衣啊，北斗神拳，我跟你讲，我发誓我真的没看过，那个是被哥哥残害，对，因为哥哥他们对他就很喜欢，就是什么魁南鼠，什么北斗神拳，然后就一直逼我唱什么 You Are 笑，然后我还真的练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哦。然后我当下觉得说，我以为是女生在唱，结果原来是很厉害的男生在唱。You Are 笑，超级好听的。好哦，咪要去加班吗？好。童年是库洛魔法使吗？库洛魔法使很可爱，我觉得桃矢跟那个小樱的哥哥叫什么去了？好香哦。珍珠美人鱼买单行本吗？哦天哪，你们居然你们男生真的是都喜欢可爱的东西耶。猜傻喵意思，黑暗巴洛克。你好，初次见面。日本人の方？これがこれがみょさん？
読み方がわからなくて、みゅうみゅうさんのかな。いらっしゃい、ティカのチャンネル。よかったら、日本語を入力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よ。あ、読めますね。読めますからね。あ、わざわざ中国語を入力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はじめまして、ティカでございます。ようこそ、ティカの歌枠でございます呢。今天真的是我的歌枠呢，今天真的是我的歌会呢，我真没有封面诈欺呢，是不是？七彩的微风，北海小英雄，天哪！这种我懂，王之力，不要，太中二了。You are 下，哦，对，桃矢跟那个，对不起，桃矢忘记了，因为以前我只觉得月都长得很漂亮，就他跟桃矢真的，哦对，真的有一腿，太棒了。あ、もいもいですか。あ、ありがとう、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ティカでございます。很开心认识你 ，Nice to meet you。然後美少女战士。そういえば、みゅうみゅう、アニメソング好き？今ね、昔のアニメソング相談してる？みんな話してるよ。哦，这些日本观众开始混淆这边的台语歌、日文歌的标准定义。雪都是大魔王，是，很像是。愛を取り戻せ。知ってくれるの？北斗神拳ということ、北斗の拳、ムイムさんも知っていますか？ご存知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那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是不是来污染一下大家的耳朵？じゃあ早速愛を取り戻せ歌いましょうか，みんな。我没有看过这个，可是以前哥哥就逼我唱，然后我还把它练起来了。我天哪！歌いましょうかみんな。はい、歌いましょう。愛を取り戻せよ、歌いましょう。You are sure 愛を空を落ちてくる You are sure 俺の胸に落ちてくる熱い心腐りて辛いでも今は無駄だよ邪魔するやつは指先一つでダウンさ You are sure 相手ことを早くなるYou are sure 俺のことを早くなるお前もとめさまよう心今熱く燃えてるすべて溶かし無残に人ばちるはずさ俺との愛を守るためお前は旅立ち明日を見失った微笑み忘れた顔など見たくはないさ愛を取り戻せフォローしましたか？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くれれば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ね。シュワッシャー闇を切り去りて You are sure 俺の闇を切り裂いて誰も二人の安らぎ壊すことを決はしないさ引きつき合う絆は離れない二度と俺との愛を守るためお前は旅立ち明日を見失った微笑み忘れな顔など見たくはないさ愛を取り戻せそうです我被破心苗老师抽到笑点。
你有多勇？お前も死んでる。这个阿公很勇，脑海中浮现了中世纪反戈爆头猪被猪猪一拳超生的画面，很适合啦。毕竟我们下周不就是要一拳特点吗？あ、ずいとの名前違うからね。私の名前，それともムイムイさんの名前？有啊，小妮你很 shock 吗？谢谢我们妹部桑，我们熟男之一的妹部桑送出了5个汇集，看样子是唤起了你们的儿时回忆，是这样子吗？お前も死んでる。可是我自始至终不晓得他到底在演什么，我只知道就是那个画风，小时候的我暂时看不下去，然后长大我有刻意想说我要不要去追一下，因为觉得它真的很经典，可是发现长大是完全是没有时间追番，没有办法。仕方なくね。啊，好嗨哦！最近录制我们的专辑真的是太忙了，不然我真的很想快点再为各位开启我们的怀旧 anime song 歌会，请等我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大概明年有机会开启，谢谢。我想开一个老旧怀旧的 anime song 的歌会，但是一直开不起来呢。最近真的录制我们的专辑太忙了，但是为了各位，我们最后一首，今天可能最后一首扣打这首歌曲献给各位，打球一下。想打球啊，教练？我想打球啊！致在梦想道路奔跑的你，奔走的你，撞得头破血流的你，头破血流啊！教练，我想打球。大どかにバセンキ僕らを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のような互いのすべてを知り尽くまでが愛ならばいっそとあり眠ろうか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離れることもない
我刚刚一直想说我不要看聊天室，但是我发现我追不到大家聊天室。教练，等我一下，我不止打不到球，我还追不到聊天室啊！好想跟大家聊天哦。世纪末 B 剧本，对我们刚的上一趴，世纪末 B 剧本，北斗迪卡爆裂症。对，我就只知道这句话，老师就お前も死んでる，然后猪猪当球，不要，不可以，你们下礼拜要被我当球打，我跟你说，真的跟大家都是童年吗？是，也是我们的童年，我们一起哭。我一直很希望，就是下次再跟大家约个时间，我们的那个怀旧动漫的歌会一定要开起来，但是一开又对，不好意思，可能让大家等到明年。下次还敢？阿公打完了又要打球，这超忙的，到底是要多热谁？没有错，对。我难得可以开台，我要跟大家一起炸出我的童年回忆。只是教练想打球吗？好，虽然说我不想被你们当球打，但是下个礼拜你们可以过来被我当球打哦，好不好？我们这点连结 V-Stage 演唱会，我们的票目前热卖中，已经快要截止了，欢迎大家买起来，球打起来哦。最近小雪在当杀手，最近有个什么安思教练很像的高手，真的假的？有什么消息吗？好酷哦！我得把天灾的，没有，这好怀念哦。随时会变瘦，小心打球变打头。也是哦，妮总裁能控制火候的就控制整锅迪卡。说到教练，然后就说只有下巴是吗？不是升仙道吗？哟吼，安西教練。名前とあんこ天佑吗？むいむいです。はい、むいむいです。本当に日本人の方のかしら？まあ，とりあえず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这位天佑很妙，对，他改成了天佑，打不到，砰！你们真的很坏。而且我刚突然想到说，我是不是有在中间跟大家讲说，来喜欢听台语歌，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我们有满满的台语歌。然后我唱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台语歌，不好意思，我们回归一下台语歌。等一下，我们回归一下台语歌，下一首请假期台语歌。我们真的台语歌，真的，我们用我们这首台语歌做个结尾，才不会说就是朱迪卡这个订阅这一台标题封面诈欺，连主播都在诈欺，快，请假期，嘿，真的没有问题，我们最后一首真的台语歌结尾，好不好？谢谢大家。好，绝对公平公正公开，我们台语歌结尾了，真的啦，台语歌结尾啦，我没有骗你们啦。時は今千年の呪縛は破られた吹く風に突き上げろ自由の街だ蘇る理由さえ正義の意味さえも今も知らないお前だけれど俺の前期いつか出会うきっと胸に刺さるような祈りを込めた瞳にそうさ前期その輝きこそ愛という無限の力だ枕ト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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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我的好想到处雷達忘れ愛が打ち寄せる弱は放たれた果てしない欲望のうつむきな消えた帰国の波の底やがて人は滅びそれ歴史さえ沈む太郎を叩き前期全てを闇打って天がくれたその最強の腕にかけてそして前期再びこの世に永遠の明日を照らし出せマチュラオ
新北八股在倒车雷达派去啊！哦，安尼是要安怎嘞？不要封印我啦，拜托。被姐姐洗脑成说你有塞，有来超蓝的，是不是？是不是不确定我就换歌手？对，我只有真心的唱好唱满，兄弟们怀旧一下啊！阿丽丝，你们连把鼓起来的阿丽丝，哎，这是台语。本频道致力推广台湾文化、台语歌、真情价值台语，无好小公平、公正、公开，多谢各位。咱连把鼓真正就是把鼓来旺啊吼！声の天気いつか出会うきっと胸に刺さるような祈りを込めた瞳にそうさ天気その輝きこそ愛という無限の力だここは台湾でございます。龟孙童子主题曲《巴古拉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最后也是很和平的用台语歌结束这一回合了。本频道主播朱迪卡在此感谢各位恭迎各位为我们一起带来今天下午非常怀旧、非常和平、非常安详、炸起各位童年回忆的台语歌会。哇，真的不好手啊！你看我们左边的这些歌单，我们从你看嘛，我们从尾豆开始 ，last status 的头油给完之后，那因为毕竟本频道的歌王歌后一定会被我们带上钢弹，成为新人类哈，所以也是公平、公正、公开啦。啊，一首歌迄大家梦都难得给，大家梦个啥会？但那古雷巴斯这首歌迄。是大人有当阵嘛是会讲钻石的是大亚梦豆啦吼，啊真正嘛是公平公正公开啊，啊后一首歌金青海峡东景色，啊我不是有唱迄黄义玲翻唱版本嘛，是不是吼？这也是连结在一起，つながってるやん，つながってるから黙ってないわ，だよね。好啊，有一首歌唔属于特色乱真嘛是台语歌啊，刷到来就变成圣战士啦，我怎么知影呢？你们自己 Q 到下面蓝宝石大哥听啊，他 Kira 就是不累帅啊，不被弄啊，就是不累帅啊，不累帅就是 Kira 嘛。然后哈鲁瓦尤库是安怎的？哈鲁瓦尤库我嘛唔知影呢。对，用随便秀一个哈鲁瓦尤库，啊，哈鲁瓦尤库就觉得阿公阿妈太忙了，给他们燃烧一下小宇宙啊。然后呢，这是啥会？迄个啥？不是收酒水，收酒水是片尾曲。然后。《圣斗士星矢》的那个主题曲怎么唱？怎么念？收酒水吗？真正是收酒水，歹势，真正是收酒水哈。我记错了，因为片尾曲是那个《Yume Tabi Hito》超好听的，《Yume Tabi Hito》你们听过吗？超级好听的好想看《圣斗士星矢》哦。好了，没有空了。好，总之呢，我们推广台语歌没有问题，无误对不对？台式日语没有问题。夜海、月风先生、安医师出现，安你好。对，没有，你没有遇到一个神奇的主播，你是遇到一个知名概念难得可以开台的主播出现，对，对我倒车雷达坏掉。然后我们更感谢我们今天有新朋友的加入，我们的豪森先生，太赞了，谢谢，唱到喘，嘿，超喘。我跟你讲，我每一次的歌会，我都拿生命在跟你们唱歌呢，每一次歌会都拿那种演唱会的那种形式在跟你们变戏命，你们知道吗？在跟你们高背，真的是千金啊，对不对？猪猪精明概念，谢谢私と一人知人連絡せんのる、そう聞きね。
連絡せんにのり啊，可以啦，迄今可以啦。本来想说些什么，但是算了。好啦，我们真的凹回来巴古啦哦呢，只是倒车雷达有点坏掉了嘛，对不对？啊，谢谢大家。我每次歌回来跟你们变戏名，你搞背是不是？谢谢你们。哇，我们本周的歌回圆满的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下午推广的各种台语歌曲。对，真的台语歌曲不累好小，公平、公正、公开。也谢谢小妮妮加入第5个月的与世足总裁，好快哦！我们小妮妮也快要可以决定我们大家总裁要决定吃什么的一个月份，刚好12月又是我们小妮妮生日。如果刚好你的生日月想要吃蛋糕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投递我们绿界的高阶会员的平台，直接补满1年份的高阶的年资，就可以让猪猪亲手为你们制作你们喜欢的生日蛋糕、客制蛋糕哦。欢迎支持起来哦！我做卡特萨吗？不对啊，我们下个礼拜才是 V Stage 演唱会，到底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喘气如牛、喘气如猪？跟姐姐是一体的吗？跟姐姐哦，你跟姐姐可以是一心同体。跟姐姐可以是一心同体，哇靠，姐妹吃了快5个月的芋头彩彩，听说你还没有毕业哦，你要继续延毕哦，知道吗？听说你要继续延毕。我们这个月，我们亲爱的福利熊总裁已经为各位决定好，就是超度鸭膜饼干了，好不好？我们下个礼拜超度你们，超度的饼干即将预计在10月底或是11月初为你们出货，安安稳稳的超度你各位，请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超度的 SOP 啊！哈，我们从下礼拜的10月18号 V Stage 演唱会开始，先跟你们一拳开始。其实这么类似一种预演嘛，没有错，诸位。很破香，欢迎来到，欢迎咱诸位来到的离开边的，这么累也是一种下个礼拜的预演，没有错。我是卡特萨吗？我 BGM 太大声是不是？申し訳ない。嘿，谢谢大家，快结束了才发现 BGM 太大声，都快结束了才发现 BGM 太大声。好啦，谢谢，今天也谢谢大家陪猪猪练习抓住我们卡甲台摇板的那个头，那个头绝对不能不抓住，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抓住，对不对？至于彩彩为什么又延毕了，这个安医师你不要看我，你看你们家大佬啊，安医师。我是不晓得这次才会延毕到什么时候啦。总之，大家的相爱相杀，促成本频道非常和平的金流，真是非常非常谢谢各位的支持。来，我们时间来到4点08分，我们来找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降落的香香老婆的频道，还要挑选哪一位老婆来降落一下嘞 ？OK， 我们下一位香香老婆即将降落到谁的频道呢？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是不是这位最帅的欧巴？我们最帅的这位欧巴，我们这位欧巴是不是在开台中呢？我决定降落到我们最帅的欧巴、最帅的爸的频道，我们的都播 OK。好，谢谢你们大家，我设定结束了，设定好了。刚忙完才看到被送会籍吗？也谢谢今天送出会籍绿化聊天室的大家，今天可以在这个下午大唱很多台语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虽然说这些台语歌有些文字可能是我看不太懂，然后必须跟大家一起实习的，例如那个巴古拉翁之外的那些台文正字我都看不太懂。请各位下次教我那个巴古拉翁之外的那些歌词到底是什么，谢谢大家。那最后真的快延毕，没抓到什么东西吗？哈啊！小妮妮，等一下，小妮妮今天是用小妹妹的账号是不是？哦，好，我抓到了，我在我们这次配信的结尾抓到了，谢谢。然后也谢谢我们欧店先生，我是高泰桑吗？感谢加入第4个月猪仔专员，谢谢你们。
用各式各样的金流支持本频道，这个对主播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现在努力在做内容比较少开台的状况下，你们的各种金流显得是非常非常相对的重要。不管是抖内也好，或者是绿界加会员也好，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彩绘聊天室的，都非常非常重要。谢谢你们，对你们超坏，你们超坏。你们超坏！主播台是台湾人唱日语，好，没有错，没有错。对，我只知道我今天唱了很多台语歌，至于好像穿插了什么关于台式日语吗？好，一概不知道。只要加更多班，确定要再去害诺诺吗？我原本想说今天去看一下欧巴，去帮忙赞按起来。所以好，今天我们小喵喵化身成小妮妮这样子，那小妮妮化身成小喵喵，看来是会注意吗？我还是会注意吗？什么 temple 啦？什么？没有啊，不是说小妮妮用小喵喵的账号吗？哈？什么？哈？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呢？我不要理你们了，反正我直接进片尾就好。等一下，我看一下诺诺现在加班到什么状况了？等下，姐姐总是要了解一下我们诺诺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痛苦。姐姐爱他，诺诺他现在加班剩下多少啊？剩下52小时吗？剩下大概3天，是不是？剩下大概3天是吗？好啦，这个加班量可能不够啦。这个姐姐很坏好，这个加班量可能略显不够啊，然后我们再把它加一下。问你们哦，降落一次加几小时啊？降落一次会加几小时？是不是？好，不管，反正降落过去，然后跟他讲说姐姐爱你哦，这样就好了。我最爱的妹妹诺诺，姐姐要来喽，姐姐爱你哦。所以小喵喵还是小喵喵哈？等一下，真的吗？我带对了啦！等一下，我一直把它想成小妮妮，是不是？对，放烟火念念不忘，所以讲出来一直想。好，你们知道我对你是总裁心心念念的感谢一直挂在我心上，可以吗？好，那我们来降落一下。总之呢，明后天猪猪专心录音哦。然后礼拜四如果有办法开就开，但礼拜四如果录音录不完的话，我们还是会专心把我们的专辑制作为主，好不好？谢谢大家，お疲れ様。好，那我们即将降落到诺诺的频道喽。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诺诺频道，请你们系好你们的安全带，马上就要降落，谢谢你们大家，陪猪猪一儿时，大家拜拜。